好多香港、澳門嘅同胞呢，包括台灣的這些兄弟們，如果說你真正想在中山選一些公寓產品的話，一定要看好地段。平常我們不常推公寓呢，是因為有很多公寓你很難夠去保證說你買進來再出租的時候呢，有較多的人去選擇。所以咧喺呢個樓盤咧，佢係具備咗我哋東區旗江新城嘅一個地鐵上蓋嘅一個板塊嚟嘅。佢可以滿足到嘅係有我哋呢一邊嘅兩棟公寓啦，佢總共係21層嘅，仲包括到我哋後邊呢一度會有一個大平層3米6層高290幾方到400方都有嘅。所以呢一個樓盤咧，佢係滿足咗地段 location 呢個問題。第二個咧就係佢嘅總價係足夠低嘅，7900蚊起嘅一個單價，均價咧都係8000零蚊到。咁重點係佢可以將呢兩邊嘅呢個園林係做到分開嘅。可以望翻下前面嘅位置，有一個欄杆，佢係將我哋呢一個大平層嘅同埋佢嘅公寓做咗個分區，但係咧都可以滿足到大家都有翻佢嘅園林，包括佢嘅一個泳池嘅喎。咁特別係佢嘅一個戶型咧，更加有特色。今日重點係睇睇佢嘅公寓，望下佢究竟有幾實用。如果你係諗住上喺中山做包租公包租婆嘅，跟住鏡頭一齊上去睇下。67個平方680尺度啊，可以做到3房2衛，而且俾到你一個咁大嘅一個中空客廳啊，正唔正啊？而且加埋呢一邊嘅整個採光面，公寓做成咁真係冇得彈噶啦。你望翻下佢嘅呢一個區位，呢一邊可以做翻一個電火爐，跟住咧煮完嘢之後放翻啲食嘅嘢喺呢個位置，整個動線都係比較舒服嘅。有少量單位咧，仲會有翻呢一個露台可以攞嚟晾衫，多翻咗一啲接觸外界空氣嘅地方。5梯21伙，少量嘅呢一個67個平方嘅一個單位喺度。望翻下1樓嘅整個洗手間，亦都係乾濕分離咗嘅。咁如果係你買毛坯嘅話咧，佢後期裝修可以參考翻啦。佢下邊做翻大量嘅收納櫃之後咧，增加翻平時要收嘢執嘢嘅一個空間喺度。上翻到2樓咧係2間房喺度嘅，咁所以有3間房，你就睇下究竟係要點樣去佈局啦。呢一間房咧就放翻一啲我哋正常嘅一啲榻榻米啦，或者一啲定製床咧，先會放得比較舒服啲。但係真正用起身嚟計，可能工作室嘅一個可能性會居多嘅。呢一個就係平時主人房去做翻主要嘅一個使用噶啦。望翻呢個位可以望到園林嘅，帶咗窗，平時透氣咧都係 OK 嘅，一啲問題都冇。重點係佢帶嘅係一個套間啦，套間呢邊嘅話咧用起身就會比較舒服噶啦。咁呢一種其實可能你就適合翻平時翻嚟度假啦，或者係在意翻佢嘅一個客廳更加大氣嘅啦。目前3成首期呢一個單位咧，大概係去到21萬就可以上車噶啦。如果感興趣嘅老細可以讓我實地睇房。咁我哋睇翻呢個47個平方508尺嘅呢個單位咧，可以做到3個房嘅。咁呢一個示範單位咧，就係已經做咗一個比較實用嘅一個設計喺度噶啦。佢嘅一個餐客廳，包括洗嘢嘅地方咧，全部都係喺呢一個動線入邊嘅。一個大嘅一個落地玻璃咧，可以增加翻全屋嘅一個採光。如果喺好多人買公寓嘅時候，佢係想要喺1樓有翻房嘅，呢個可以滿足到你哋。佢總共咧係5梯21伙，所以可以令到你咧有翻更舒適嘅一個直觀感受。另外嘅話咧，公寓其實對於儲藏間比較在意嘅話，呢個樓梯位就可以增加翻好大量嘅一個收納間喺度噶啦。咁包括樓下嘅一個洗手間，亦都係做咗乾濕分離嘅。咁另外就係我哋上面嘅呢2個位啦，咁可以睇翻到嘅就係佢嘅兩邊係一個做咗開放式，一個做咗正常嘅房間。咁佢嘅呢一個位置其實後期你攞嚟做翻自己嘅一個辦公區域，咁就會比較好使啦。當然如果你需要住嘅話咧，亦都可以直接做翻一個房間嘅。咁呢一邊咧就已經係做咗房間展示嘅。依家目前7900到8000零蚊嘅一個單價咧，其實可以選擇翻無坯自己去裝修嘅。咁如果你後期係需要翻去做一個精裝嘅，加翻1500蚊到就可以滿足到噶啦。咁所以感興趣嘅情況下咧，不妨約我實地睇下。依家3成首期12萬到就可以上車噶啦。咁戶型就睇完啦。
需要幾多預算呢？ Total 40萬左右到50萬以內就已經可以上車㗎啦，而且係中間樓層嘅。咁除咗呢一啲總價嘅預算之外呢，仲幫大家爭取咗一樣嘢嘅，就係有10萬蚊嘅一個購房補貼啊！即係呢個名額得10個㗎咋。如果最近感興趣嘅話呢，可以直接約我過嚟實地睇房。我係中山本地博主 Terry，我哋下期見。